先开始来关心北检侦办假连署伪造案，昨昏是发动搜索国民党台北市党部，有约谈主委黄丽锦如，也有书记长曹文钦、总干事姚富文甲干部詹焕川，今透早4个人拢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，也若下晡就会召开羁押庭。挂翠暗穿白衫，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伫17暗时11点到北检复审的时阵，支持者伫边仔画加油。有伪造文书吗？会觉得冤枉吗？面对记者问话无讲话，一直听到会感觉冤枉无这句话，黄丽锦如马上举quyền手回应。台北大酸五踊跃支持联署。穿黄色衫的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总干事姚富文，情绪激动一直话，同款也被移送复审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铁门有来全动封锁，北检侦办不实连署，涉嫌伪造文书，17早起发动搜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地区党部顶头的所在，约谈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、书记长曹文钦、总干事姚富文，甲树林北投区党部执行长詹焕川等4人。并因为这摆搜查行动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下军令，动员当工节伫北检抗议。经过规暝复审，4人全部做着成案，按算今日会开羁押庭。也安尼，党主席朱立伦透过面册画写，下晡羁押庭会过一摆集合，为北检现场到4月1日开刀，会展开长期的抗战，也要互强化独裁民进党听到人民生气的声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